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8月31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4篇第9节、95节，雅歌书第5章第2节到第6章的第3节，彼得前书第2章19节到25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苦的模样。若是咱用旧约的雅歌书来譬喻人甲上帝的关系，就咧讲到甜蜜的爱情。彼此爱慕以外，其实阁有甚物款的代志通类比，通来了解呢？过去时常听人咧讲迄个婚姻是爱情的蒙仔布吼。意思好像亲像讲，爱情中间的一对情人所看到的对方，拢是上好的一面，无看到迄个真实的婚后的生活。即种实际的现况，对伫迄种真甜蜜、真若像咧做梦的这种爱情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好。但是对伫结婚了后，好像亲像对迄个天堂落入地狱安尼吼。当然，其实人甲人的相处，像讲情人也好啦，厝呢人也好啦，或者是讲朋友无迄种永远无有问题的吼。人甲人的相处，加加减减，总是有一寡机会会去拄着一寡问题，或者是拄着一寡困难，拄着一寡摩擦，拄着一寡需要去面对真困难的所在。但是当咧相爱两方面的人，除了享受这个美好的关系以外，其实阁有甚物款的事爱大声了解、大声去预防，还是讲大声知影的这个事实呢？咱对雅歌书第5章的经文来看，第6节开始讲我甲我所恋爱的这个关门总是我所恋慕的已经越长身去了伊要甲开门，但是越长身我为着伊的话，心无不附体。我找伊也找袂着，我叫伊，伊也无应。城内巡查的人拄着我，拍我，伤我。原城墙的人，过城墙的人，抢身躯的裙仔。耶路撒冷的种查某囝，我切切吩咐你，若拄着我所恋慕的，就甲伊讲，我因为爱情直到破病。这个伫美好的爱情的中间，咱来看见讲有拄着困难，有相思，有付出，也有牺牲好像亲像保罗所讲的话，着敬为基督来相顺服。做妇人人的，着顺服家己的丈夫，亲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做妇人人的头，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也家己做全体的救主。总是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人凡事也着安尼来顺服丈夫。做丈夫的也着疼妇人人，亲像基督疼教会，也为着因来献家己，互伊真做圣，是用水的洗甲道理来清气伊的，将伊献互家己做阳光的教会，无点无妖面迄款拢无。是圣无下俗，安尼丈夫着疼伊的妇人人，亲像家己的身躯。疼家己的妇人人，就是疼家己，
因为袂捌有人怨恨家己的身躯，就是养饲伊、保守伊，亲像基督款待教会。因为咱就是伊身躯的肉体。这是保罗伫以弗所书所讲，甲咱提醒的话。彼此相疼，彼此付出，彼此帮衬，为了彼此来牺牲受苦，拢是必然的。诫命爱咱彼此相疼，亲像主咧疼教会同款，爱彼此付出，忍受苦难。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立了一个真好的模样。其实爱情毋是体，爱情是愿意付出。爱情好若亲像基督为着咱受苦的模样。基督徒必须爱相疼，必须爱互相来谦卑相让。伫彼得前书第2章的经文，伫今日咱所看到的经文，伊安尼甲咱讲，因为人受冤枉，若是为着天良上帝来担忧，这是通学了。因为恁若犯罪受拍来忍受，有甚物好处？恁若惊好受苦来忍受，这伫上帝的面前是通学了。因为恁受掉本底就是安尼，因为基督也为着恁来受苦，留模样互恁，着互恁对伊的骹步。伊无犯罪，喙内无诡计，互人骂也无倒骂人，受苦无目标，独将本身交互迄个照公义审判的。伊伫查年亲像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佮互咱罪。迄面死的人会互伊即面来活，对伊的伤痕，恁得到医好，因为恁情亲像羊白露。若是恁归伫恁灵魂的牧者，也是监督。这是伫彼得前书第2章所甲咱讲的，咱着爱学习耶稣基督迄个为着咱受苦的模样，也着爱用安尼受苦的精神来彼此相款待，来彼此相疼。因为耶稣基督留落美好的模样互咱也着爱留落美好的见证甲模样，互咱周围的人看到，也互全世界看到咱生命的见证。